5岁以下幼童是肠病毒并发重症的高危险群，特别今年气候高温，全国肠病毒急诊7400人次，已经是10年来同期最高。虽然台南尚无重症病例，不过急诊就医目前已经有335人次，是同期的2-3倍。为了提高警觉，市长黄伟哲在卫生局长和教育局长陪同，一起来到新南国小妇幼，宣导湿、搓、冲、捧、擦5步骤的正确洗手观念，希望远离肠病毒。那跟去年同期来比起来，今年已经有394个肠病毒的病例的诊次了哈，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注意，因为肠病毒过去曾经在肠病毒71型哈，曾经发生过很多小朋友，好几个小朋友重症甚至不幸死掉的死亡的哈，所以说我们今年特别的超前，这个超前部署是绝对必要的。除了让幼童清楚正确洗手的观念，学校也教导幼儿洗手歌，用寓教于乐的方式，希望成为防疫的小尖兵。会中市长黄伟哲也加码有奖征答的趣味互动，场面相当热烈。卫生局呼吁家长留意肠病毒感染的前兆，就可以降低重症发生的风险。这个风险在我们全国陆续都有可能会出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醒家长，对于5岁以下的孩子，如果他有出现这个发高烧、嗜睡那活动力不好，或者是这个孩子呢有这个走路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他可能有不良于行那早一点的这些症状，如果家长及早发现的话呢，可以及早的让我们的孩子来就医。健康100兆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